加裝圍欄之後，官員都要兜路返政府總部。議員同團體對新嘅保安措施有唔同嘅意見。3年前，添馬艦政府總部平頂嗰陣，特首曾蔭權以設計特色門常開，比喻政府要開放，提醒我哋要時刻秉持開明開放嘅態度，積極進取，廣納民意。覺得都幾諷刺嘅，即係佢另外一邊佢就話係門常開啦，但係呢邊佢就封咗公民廣場啦。咁擺明見到其實佢都即係唔想聆聽市民聲音咯。公民抗命其實個理念其實都係遍地開花，我哋唔需要一定喺即係政府總部門口集會嘅。咁你唔喺政府總部門口，咁咪即係打道相見咯。另一個曾經喺政府總部發起集會嘅團體愛港力認為加圍欄合理，唔影響日後嘅集會。其實要去訴求，其實全香港好多地方都可以訴求嘅。咁就算佢封咗，你仍然係要訴求嘅。我相信你就算企喺前邊都一樣係可以訴求。我哋唔係需要有一個門口先可以訴求噶嘛。政總廣場亦都係前往立法會嘅主要通道之一。喺政總工程進行期間咧，原本咧係前往立法會嘅扶手電梯咧，暫時咧係俾圍板封住。咁要前往立法會嘅市民或者議員啦，就要經過呢一條路咧，係兜路啦，係去立法會。局長覺唔覺得咁樣好唔方便啊？連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晏晝都要兜路返政總。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認同有需要加強保安，特別係見到有人衝擊立法會嘅時候咧，咁可能政府總部度都要採取啲措施啦嚇，而且未來亦都聽到話，亦都有啲所謂佔中嘅行為出現咁呢個我諗佢防範於未然咁啦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認為市民需要爭取真普選，先至可以拆除圍欄。乜嘢政府係需要喺人民同佢之間建立一部高牆嘅呢？就係佢係逆民意嚟到行事，亦都係一個專權嘅政府呢，先需要高牆。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睇到呢埲高牆呢，更加應該要下定決心爭取一個真正嘅普選。有泛民議員要求行政署立即撤回起圍欄嘅決定。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永報道。